这事情在一年一年留下。那我们会忘掉我过去，可是呢，当你再把它拿起来一翻开，这个人好像名字忘掉了，可是这件事情记得。好，这些事情，我曾经在今年的几月份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又翻，重点翻过，好像在回首当年我走过的事情。好，那我们哪天会实现理想，不知道。某天、某月、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我们和某人一起完成了这样的理想。好，希望大家能够散播温暖。那你散播温暖的时候，真的，我们人生是美丽的。我们人生真的是美丽的，不管我们过去遭受什么样的困境，我们只要继续的学鲜果一样，散播欢乐，散播爱，散播我们的温暖。结果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他的经验，我如果去走的话，我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帮助。所以这个或许就播讲到这边了。我们今天的课程，人很少，但是应该也还蛮精彩的。我们今天所上的课，就无形当中先口都配得很好，告诉我们要怎样自重，然后今天又有回首，这首叫做散播温暖，然后6种黄金的课程，叫他怎样了解什么叫功德，了解什么叫西方净土，对不对？了解在家居士要如何的去修行，虽然我都没有听到内容，我只有听到前面一点点刚刚或许到楼上去练讲但是我相信你多多少少会找到一句是你今天觉得不错的话。有些话没有每一句话我都听了觉得很感动，或是很认同，但是总有一句我们是认同的。那句话呢，我们就受用无穷。或许我妈妈都不用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要去听到你吗？我说好难呢。她说你一听小人脑一句那个饮料一句就饮没料那一句话呢，所以我们听到有的时候去找哪一句话感动到，是比较更有力量的。那或许就讲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次我们哪时候上课了？3月了感觉又更久没见面了。那我们彼此呢，过年期间会不会来神田山？然后一起来这边过年。然后寒假期间我们老师有放假，然后各位还是要很辛苦的工作。那寒假期间呢，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会很忙。那农历年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哦。下一会3月再确认一下，3月几号？4号，3月4号我想说，我去年耳朵是3月份受伤的，再来下一次我就耳朵还没好呢，耳朵已经跟着我1年了，快吃药吃快1年的那种感觉。那耳朵还是会怕吵，有时候身体不好会乱叫所以或许也有，或许不辛苦对不对？不过耳朵不好有没有好处有啦，比如我不会去跨年。是跨年那种场合太吵了，我不会去。然后我还会去什么 KTV 唱歌，不会。做很多事情我就会开始注意环境的声音，然后我会让自己更亲近一点点享受什么叫做亲近这是耳朵受伤之后一个很好的体验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上到这边，那我们一起来闭班学界在学班原程，我们闭班，在我们知道5行3鞠躬以前倒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1鞠躬，感谢点燃师1鞠躬，感谢各位讲师1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
钱往哪拿去？下面的铁